為咗改善商業及登記及動產登記局嘅接待環境，由聽日開始，汽車登記服務、二手車轉名或者申領或者補辦車契等服務，將會由公共行政大樓2樓搬到3樓嘅專門櫃台辦理。李麗常報導。近年商業登記同汽車登記嘅數目日益增加，其中以汽車登記嘅申請數量增長最為顯著，由04年嘅2萬宗增加至07年嘅25,600宗，增幅達7%。其中首次登記由6,250多宗增加至8,160多宗，增幅達1%。商業登記中以書面報告，即係查公司紙嘅申請數量，亦都大幅增加，由04年嘅18,280份，大幅增加至舊年嘅31,380份，增幅高達2%，顯示喺澳門註冊公司嘅商業活動日益頻繁。面對不斷增加嘅登記申請，商業同動產登記局需要調動人手，簡化程序，縮短市民輪候時間。位於公共行政大樓2樓嘅商業及動產登記局接待處，特別喺節假日後繁忙時段，人流密集，接待環境未符理想。為咗改善接待環境，等市民喺舒適嘅環境申請登記，今個月17號起，汽車登記服務包括新車登記、二手車轉名、申領或者補辦車契等服務，將會由行政大樓2樓遷往3樓嘅專門櫃台辦理。